上届工资法实施了后，今仔头一届开上届工资审议会哦，早起10点开始开会，下晡2点左右决定讲明年上届工资要起4.08%，月薪哦上届调到28,590块，时薪上届是190块。这嘛是蔡英文政府连续8档拢起工资，这嘛赖政府上任了后，嘛调悬基本工资哦。万讲面对通货膨胀，物件拢会起价，劳工会当来维持基本的生活。员工调薪没起趴，谁都自肥爽呵呵。大声发口号，工斗团体伫劳动部外口发声，批评劳工调薪水无几趴，啊，毋过国营事业的董事却是调几趴，也呼吁即摆上期工资审议会至少爱调5%。我们并不希望看到的是，今天赖清德总统号称他组成的这个 AI 创新的内阁，第一个创新的作为叫做先帮这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找位置，或者是帮他们调薪。劳动部外口也闹热，因为上期工资法今年上路了后，部内测试第一摆举行上期工资审议会，也是劳动部长侯佩珊上任以来第一摆主持这个审议会。因为蔡政府连8年调悬，劳团希望赖政府按效规做随，继续调悬。我们最低所得的20%家庭里面。通膨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，他们有50%的收入都必须花费在实际的生活费支出上面。侯佩珊强调，目前台湾经济受疫后全球性通膨的影响，并且劳工生活受冲击，安怎照顾是今仔日审议的重点。参加劳团代表表示，这摆审议一定要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这数字。以之前的默契来说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。对，就虽然说这是第一次最低工资那它的最主要的主轴还是一样，就是为了要照顾边际劳工的购买力。整个台湾的经济状况，全世界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高低的。今年第3季、第4季整个衰退嘛，衰退就整个下降了。啊，不过，资方代表表示，为政府提供的经济数字显示，并无看好明年各季的经济成长情形，是不是调起数字，是不是亲像风声的4%，也搁爱等委员来讨论。侯佩珊是希望委员理性和平的沟通讨论，劳动部也按算上紧，下晡公布审议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